有一位旅游客来指控，讲伊到屏东小琉球佚佗，住一间民宿，暗时11点外洗身躯，发现浴巾仔窗仔门边竟然出现一支手机啊！伊真惊讲，马上来报警。民宿的头家承认，讲这个手机啊是伊的。伊讲，伊惊这个狗遐会爬入去房间，伊是咧观察到狗遐的路线要来堵遐。不过，这个头家也是互移送侦办。早人到啊，未少游客拢介到屏东的小琉球耍水看海，也毋过有民众伫小琉球一间旅社过暝，煞敢若撞到风头款事件。顶礼拜五暗时11点多，一个女游客咧洗开时，发现浴巾仔窗仔边熊熊出现一支手机啊，会惊一日随报警处理。警方到现场了解状况，旅社头家讲手机啊是伊的，表示当时当咧观察狗遐行的路线，看到狗遐会爬入去房间内，要掠狗遐。很可怕，就感觉现在外面很危险，是安全的、认识的，会找认识的，不敢找那种来路不明。出去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先把一些有可能会放密录器的地方都先检查过一遍。如果门窗尽量会关紧，就直接把它关紧。事发的当时，当事人虽请伊共房间的朋友出去看卖咧，也毋过拢无看到人。警方事后调查，头家手机内底相片看起来拢正常。对其提出妨碍性隐私罪告诉，全案依妨碍性隐私罪。嫌已请屏东地方检察署侦办。家检会有受到一点负面的新闻的影响，但是这只是一个例外。我们小琉球这边的业者跟居民也都是非常善良的。所了解就是有一切的连假，真侪人会去小琉球佚佗。旅社业者也烦恼这件代志会影响到生意，提醒民众过暝时爱加注意附近的状况，才会当保护家己安全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